果提到聽王嘅大光圈鏡頭，大家可能一諗就會諗起支35到150 f2 到 2.8 呢支人像鏡王，但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呢支鏡頭比較重咗少少。但如果你真係中意影人像嘅話，咁呢支輕便版就一定啱你啦。講緊嘅就係呢支35到100mm f2.8 恒定大光圈鏡頭，相對於傳統24-70 2.8，呢支鏡頭雖然冇咁歪，但35mm 嘅焦距同2.8光圈就相當適合用喺街拍題材，而鏡頭喺 Tele 100mm 嗰段就比 70mm 多咗 30mm， 當中包括咗 50mm、70mm、85mm 同 100mm 幾個人像拍攝嘅焦距。而最重要嘅就係佢嘅鏡身相當之輕 ，E-Mark 版本係重565g， 而 Z-Mark 版本講緊都係575g。作為一支35到100mm 呢個焦段而又恒定 2.8 光圈，可以講係非常之輕便。而呢支鏡可以點樣輕便攝影，畫質同拍攝嘅效果又會係點？一陣就同大家出嚟試下啦。新嘅人像鏡頭就梗係要揾個靚人嚟幫下手啦。咁我哋今日就阿芝嚟幫我哋手嘅。咁阿芝，你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芝。平時一個 freelance 演員同埋 model， 咁主要都係拍攝一啲電視劇啦、電影啦、短片、廣告等等。我好中意咧，拍攝之前咧會嚟一杯醒神咖啡。咁今日就正啦。咁我哋就可以一路飲咖啡一路影相啦。OK，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去試下啲新鏡頭啦，好唔好？今日我哋就嚟到一間環境好靚嘅 coffee shop 度拍嘢。呢度除咗有室內環境外，仲有室外景。由於 coffee shop 本身係地鋪同埋比較近街，所以近門口位置嘅光線都相當充足。而室內較入嘅位置就稍為冇咁光。但係有呢支35到100mm f2.8 大光圈鏡頭，喺室內環境就唔使擔心，可以開進 2.8 光圈之後，我哋因環境而定。可以用較快嘅快門同較細嘅 ISO， 都可以影到相對比較穩定同清晰嘅畫面。驟眼望落去，呢支35到100mm 嘅外形就好似之前嘅35到150嘅迷你版，而重量足足瘦身咗成一半，但功能同畫質就可以講係不相伯仲。仍然保持35到150mm 嘅高解像力，鏡頭同樣保留 VXD 對焦摩打、USB Type-C 插頭同自定功能掣，方便大家自行 update firmware 同自定鏡身功能。而 filter size 同樣係67mm， 鏡片結構採用13組15片設計，當中包含一片 XLD 超低色散鏡片、2片 LD 低色散鏡片及3片 GM 鏡片，而經過精確嘅配置，就可以有效抑制咗色差及各種像差，令全焦段都展現出高解像力。另外搭載嘅 BBA-RG2 鍍膜，即使喺逆光環境之下，顯著咁減少鬼影同耀斑。鏡頭嘅最近對焦距離喺 35mm 嘅時候係 22cm， 而喺 100mm 嘅時候就係 65cm。鏡頭配備聽王最高水平嘅高速 VXD 線性自動對焦摩打，加上鏡頭今次變焦嘅途程嘅設計比較短，所以無論喺單點對焦同眼球追焦效果，同埋喺構圖上嘅表現都相當之快速同準成，好容易就影到你想要嘅畫面。
作為一支人像鏡頭，當然就係要睇下畫質同散景嘅表現。鏡頭 cover 嘅 range 包含咗幾個人像拍攝嘅黃金焦距，包括50mm、70mm、85mm 同100mm。而35mm 嗰段雖然唔係屬於好歪嘅焦距，但用嚟做一個街拍人像嘅鏡頭，亦都會有唔錯嘅效果。例如我哋可以將拍攝嘅角度改變，將鏡位稍稍移低少少，又或者高炒少少，都可以吸納多啲現場嘅環境，令畫面交代到更多細節同透視感。而人嘅身形亦唔會因為鏡頭太歪而有過度變形嘅出現。大家影人像嘅時候，除咗用正常速度嘅快門之外，亦都可以試下用慢快門影下，因為慢快門可以將路人行走嘅軌跡拉長，而表達出嚟嘅畫面亦會較為有趣味性。當然最好就有腳架嘅幫助。至於用幾多秒嘅快門，大家就睇環境而定，試多幾張就會揾到最適合你嘅數據。其實我本身咧就好少揸相機影相嘅，不過今次有機會試下呢支鏡頭啦，感覺佢個鏡身咧輕得嚟又好實淨，實淨得嚟咧又唔會感覺好膠。特別係佢呢一個 range 嘅光圈用緊2.8光圈啦，女仔拎呢支鏡嘅時候咧唔會覺得好重。咁同埋咧頭先我睇過啲相咧，我覺得佢散景影出嚟又靚又自然，特別喺 coffee shop 嗰 part。出到嚟嗰啲色咧，好靚，亦都好有立體感。相信喺電腦睇嘅時候咧，會更加靚。我都好期待咧，影出嚟嘅效果會係點。今日35到100 f2.8 鏡頭嘅介紹就到此為止啦。而呢一支鏡頭相對喺35到150 f2 到2.8，咁你會中意邊一支多啲呢？咁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哋討論下喎。而中意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訂閱我哋嘅頻道 ，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，最緊要就係 follow 我嘅 IG。咁今日好多謝阿芝嚟幫我哋手試鏡嘅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